今期館長推介包羅萬有，有經濟嘅資本論，10萬個理由唔買樓，財閥治港都係相當有趣嘅，都有啲歷史嘅書本，人類起源說起。跟住有啲社會科學啦，那年我們給了毒，4% 的人毫無良知，為工作而活，都楞住啲心理學嘅。其實旅遊書籍、南美呢啲行山書啦，都真係有跟佢哋行嘅女子行山指南啊嘛。係幾有趣嘅，香港山女都跟佢行好多次啊！仲有啲醫學書咯，耳鳴啊點解啊？肩周炎啊呢本啊講，